透过先用插板甲胡麻梗人的架啊钉好了，佮甲收集好的胡麻梗绑起嚟。等衫裤穿好了，一个完整的胡麻梗人就完成啊！西港区公所佮有当地民众发挥创意，甲袂当烧的胡麻梗做成胡麻梗人，实在非常的趣味。因为阮西港有出产迄个芝麻，芝麻内底有一个芝麻梗，芝麻梗吼，伊无法度迄个阮做任何利用，阮的社区的民众，佮阮的替代役吼，各做用心的，看会当来活用无啦吼。变怎活用呢？阮从迄个咱的稻草吼，拢会做稻草人嘛，来个阮吼即届吼是用咧胡麻梗来做胡麻人。胡麻梗人可以当透过调整关节来甲游客做互动，看起来实在非常的古锥。甲胡麻梗人摆伫咧花旗木步道的边仔，互游客当欣赏花旗木的同时，嘛会当感受一下一般常常看到的稻草人甲胡麻梗人有啥物无同。胡麻人真足个，我壁身躯壁面迄个足个志工社区的志工朋友，阮的迄个阮的替代役会来做伙来合手联手来做伙一个胡麻人。来互各位来看哦，互阮的阮胡马再重新再利用，让胡马的文化仍加以传承。红查讲，阮胡马梗嘛会当做无共的利用。响应环保回收佮利用，因为胡麻梗袂当烧，所以透过当地公所佮当地民众共同发挥创意，互原本无路用的物件重新佮互伊新的生命，更会当落实环保爱地球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